作為一家之主，除咗工作，屋企人嘅健康就最緊要。我每日都會為佢哋煮有營養嘅食物，所以我揀咗陶瓷刀作為我廚房嘅好幫手。喺先進高科技嘅時代，陶瓷刀具有傳統金屬刀無可比擬嘅優點。陶瓷刀應用現代高科技氧化鋯材料精製而成，無鉛、無毒、耐酸鹼，仲唔會生鏽變色，耐磨性更遠遠高於普通嘅金屬刀，咁樣就唔會有經常要磨刀嘅煩惱啦。高級陶瓷刀比傳統鋼刀更加乾淨衛生，絕無化學物質，唔會同食物產生化學反應，保證唔會令食物留有金屬味道。再加上陶瓷刀有極高嘅致密性，刀面唔會滋生細菌，係100%保障健康嘅產品。新一代嘅陶瓷刀仲會打磨成鏡面，令原先平平無奇嘅刀顯得更加特別同高貴。加上有別於傳統嘅刀柄設計，刀身更加特別設有白色同黑色，精巧獨特，完全可以襯托起具有格調同時代感嘅廚房。陶瓷刀既可以保障健康又耐用，加上時尚嘅設計，正符合現代人對生活嘅要求。